狼來了。牧童每天在靠近黑森林的山坡上放羊，日子過得很無聊。他想找點樂子，對着山下大喊：狼來了！狼來了！農夫們放下手裏的活，急急忙忙跑上山想救小羊。山上哪有狼？孩子指着農夫們，笑得彎了腰。過了幾天，孩子又大喊：狼來了！農夫們又被騙了一次。有一天傍晚，一隻大灰狼真的從森林裏竄了出來。孩子嚇壞了，拼命大叫：狼來了！這次是真的。村民聽到了，卻說：他一定又在騙人，我們別理他。大灰狼咬死了許多羊，大搖大擺地回到了森林。愛說謊的人，就算說了真話，也沒人會再相信他了。放羊，無聊，騙人，傍晚，相信。